第28章，歹人无人追逐嘛得逃走，毋过好人亲像狮拢袂惊。国家动乱，统治者就渐渐换。有名利甲知识的领袖，国家就久长安定。善车人欺压困苦人，亲像落大雨甲五谷冲掉。弃杀律法的学了歹人，毋过遵守律法的反对歹人。邪恶的人无明白公义，找求上主的人完全明白。行为正直的善车人，较赢做代志冤巧的好业人。谨慎守律法的是智慧的囝，甲贪食的做伴，互父母见笑。人靠放荡利发财，是得甲人民善车人的积聚财富。耳孔越走毋听律法的人，伊会祈祷上帝厌恶。迷惑正直人行歹路，会跋落去家己恶的陷阱。毋过顺全的人会承接好的产业。好业人看家己做有智慧，毋过伊有几两重。聪明的善车人看甲真清楚。义人胜利，人人庆祝；歹人得志，人人羡mit。遮看家己的罪过，一定袂亨通。毋过认罪改变，一定得到怜悯。不是敬畏上帝的人真有福气，硬心的人会拄到灾祸。拄亲像远好的狮甲找者的熊，邪恶的统治者嘛安尼，得管辖善车的人民。无知的统治者施行暴政，厌恶不义之财的人会当火烧。害死人的，就予伊一生做逃犯，毋通救伊。做代志正直的人会安全，做代志冤巧的人会忽然跋倒失败。正直的人有教业的美娘，空想梦想的人会致到善车。有信用的人会得到真济福气。要发坏财的人一定受刑罚。看人大细目毋对，毋过人会为着一块饼犯法。当算的人想要紧发财，无想讲善车在听候伊，甲人责备，到尾比甲人扑炭较会得到人欢喜接纳。偷摕父母的米，佮讲这无算有罪，即款人甲强盗相类。贪心会引起三争，我靠上主会得到丰盛。想讲家己是聪明的，是戆人。照智慧做代志的人会安全。真济善车人袂致到欠缺。假无看见会受真济咒诅。歹人得志，人人走去味。因若灭亡，义人就加添真济。